咱台湾的往来一档的产量有到38万吨，产值有到88亿遐济。农业部农企所嘛继续咧拍拼开发设备甲加工技术，希望会当拓展往来销路，扩大商机。农企所人员向往来合作社销改新的加工设备，另外，阁有冷冻打碎往来杆，改良发甲技术引往来酱，也阁有减少细菌，阁袂影响口感的冷冻往来。导入一个比较新颖的冷冻那个技术的一个流程，那我们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它的来再加上它的一个强化它凤梨原果的一个风味，所以它整个来讲就是风味适口性佳，然后微生物安全是符合规范的。家己大鸟果菜生产合作社讲，家己地区的往来产期主要是2月到8月这段时间，透过往来加工的技术，会当让往来变出新的产品。农企所嘛甲地改场合作，希望这加工往来增加国内手机杯的市场。除了咱的鲜果之外，咱的加工通路咱让全年供应，我感觉这对咱的整个凤梨的产业到咱的迄个生产端、甲咱的加工端、甲咱的末销行销端，拢一定有帮助，非常的大的。比如说在红茶、绿茶跟这些果泥，把它用一个特殊的比例把它混合在一起，喝起来就很好。因此，它还可以进入那个饮料市场。所以凤梨除了鲜食、传统加工，还可以进入饮料市场。台湾一年往来产量有38万吨，目前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。农企所研究新的设备甲加工技术，透过甲业者的技术转移，要做伙替台湾往来甲加工市场增加新的竞争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